一開始我去問 AI，例如 DeepSeek 同埋 ChatGPT，同睇咗唔同嘅書，關於中國太空種植艙嘅發展史，然後將數據同資料加入場景當中。首先，我製造咗一個 UFO 入侵太空種植艙嘅場景，目的係培養玩家有保護種植艙嘅意識。為咗令模型更加真實，我用咗 Tinkercad 製造種植艙模組，再將 Delytics 原來有嘅花草加到場景當中。編程方面，我加咗函數，利用變數 UFO remaining 代表 UFO 數目，利用轉換變量做到減加份數嘅效果。當 UFO remaining 等於0嘅時候，就代表贏，因為所有 UFO 都會被取消。我都加入咗子彈嘅特效，令觀眾能夠真實感受到保護太空種植艙。之後，觀眾需要乘咗觀光列車參觀第一個虛擬實景中國太空種植艙展示中心。佢哋分別會欣賞天宮1、2號、嫦娥4號同埋月宮1號嘅模型同簡介，了解中國發展種植艙嘅偉大成就。當中，我用 Grok 4等 AI 工具繪圖，將圖片放喺場景上面，部分難以用 Tinkercad 製作嘅高像真度嘅 3D 模型，我用咗 Meshy Polycam AI 生成 3D 模型，例如種植艙嘅輪廓。編程方面，觀眾可以按觀光列車頭上嘅綠色按鈕前進，亦可以按下紅色按鈕停下，觀賞種植艙嘅偉大成就。最後，佢哋要玩一個刺激嘅密室逃脫小測遊戲，贏咗就代表會過關，會獲得獎勵。我利用編程設定問題同埋移動機關增加趣味性。